术水个好，国情解说2句我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讲骗解唔好，台湾话吼，骗人有牵连的俗语几落句。头一句咱来讲，骗乞食过后厝。啥叫骗乞食？就爱过后厝，煞唔知影讲乞食来到咱兜咧分，咱甲骗讲后壁厝迄个较好食。尤其吼，人伊吼已经煮一碗大面，等你要去食。后完啊，穿几落10两银要分你，吼，迄乞食吼拐啊夹咧，等咧，就对后厝去啊。结果乞食一个走，哭门就甲关起来，骗乞食过后厝。这算讲吼，临时想一个白贼话来解决家己的危机，咱就无想要分伊，所以唔则用个骗的。台湾话咧讲骗，程度轻甲重差真济，上介轻呢，迄个囡仔甲骗互掂，这无歹意的。若讲骗乞食过后厝，解决家己眼前的危机，讲白贼话，这款的情形原来有。佫有较严重的呢。另外一句俗语，老爸原来常咧讲骗人爬上树，楼梯举咧走，紧的哦。去树仔顶挽果子，楼梯甲你看好啊，结果空人去你尔，楼梯煞做你甲举咧走。来，我甲你讲啦，这投资绝对会趁钱，即马钱甲落落尔，哇！阿嬷袂认咧阿雄啊，会趁得了，拢你的代志，甲我无牵连啊。楼梯就甲举咧走啊，所以若讲白话，即马社会即句俗语话看得听，人拢讲乌一个窟仔互人跳，就是骗人爬上树，楼梯甲举咧走，总讲啦骗。虽然台湾话，我哪有迄个程度上介轻微，国像头拄我咧讲，囡仔甲骗互掂，这算无歹意的。不过大多数拢是专门要讲设计陷害，唔则人若要来甲咱骗，往往拢有一款情形，标准的俗语咧讲的5字尔，简简单单讲做面白心肝乌，乌甲白对比，要甲你骗，就是爱互你先有才调，听到伊的话，甲伊信服。咱安尼信甲耳仔拍，唔则骗你的过手。我甲你讲，这投资1本万利，绝对好赚的钱甲落落。我甲你讲，即马检察官咧办案，你会配合办案，所有钱先回来阮的口座，所有拢是明白，迄个白面的书生，互你安尼对伊会真信任的时阵，钱交伊，心肝交伊，才知影讲原来对方。这个乌心肝安尼讲做面白心肝乌，甲骗有牵连，台湾话俗语有影艺术啊。